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如果話瀕死體驗係 Anita Moorjani 故事嘅高潮，咁佢甦醒之後發生嘅事就係呢個奇蹟最堅實嘅證據。今集係故事嘅最終章，我哋將會睇到醫學數據以及靈性啟示嘅交匯點，並且一齊探討 Anita 帶俾我哋最珍貴嘅生命禮物。2006年2月3日，Anita 昏迷大約30小時後甦醒。當時第一件事，佢就感到非常口渴，呢個非常活着嘅生理需求。驚人嘅係，醫生檢查嘅時候，發現 Anita 器官衰竭嘅指標正在好轉。幾日之內，原本需要氧氣面罩幫助呼吸嘅佢，可以自己坐起身，腫瘤就好似漏氣嘅皮球，明顯縮細。大約4-5日後，醫生為佢做咗一次全面檢查，骨髓切片報告顯示檢測唔到癌細胞，淋巴核切片結果亦都相同。主診醫生對 Anita 講：我冇辦法用我所知嘅任何醫學知識嚟解釋你嘅康復。喺 Anita 入院大約5個星期後，佢健康咁步行出院。我哋必須誠實咁講，喺主流醫學框架下，呢個係一個自發性緩解嘅極端案例，極為罕見，機制未明。但係有2個研究方向值得思考，就係意識狀態對自主神經系統以及免疫系統嘅強大影響。當 Anita 徹底消除恐懼，身體可能就從持續嘅戰鬥或者逃跑壓力模式，切換到復修以及生長嘅狀態。另外就係細胞凋亡理論，即係某種信號可能觸發咗癌細胞嘅程序性死亡。比起奇蹟康復，Anita 甦醒之後活出嘅生命態度，對我哋嚟講或者更有意義。要無懼咁生活。Anita 發現恐懼會削弱人嘅能量，而愛就會將人嘅能量擴張。我哋唔係要盲目樂觀，而係要學習察覺恐懼，唔好俾恐懼主宰。要足夠愛自己。愛自己並唔係自私，而係生命嘅根本。當一個人真正接納同足夠愛自己嘅時候，自然會做出對自己最好嘅選擇。Anita 話：我因為想討好人而害死咗自己，咁仲唔夠自私？ Anita Moorjani 嘅故事就好似一道強光，照亮咗生命同死亡嘅邊界。佢嘅瀕死經驗以及重生後嘅奇蹟，顛覆咗我哋對現實嘅認知，亦給予身處困境嘅人一份純粹嘅希望。而最重要嘅係提醒咗我哋喺仍然活着嘅每一個當下，要選擇愛而非恐懼，要選擇接納而非苛責。呢啲就係 Anita 喺彼岸帶俾我哋最珍貴嘅禮物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下一集我會講嚟自第5密度嘅外星集體通靈管道巴夏嘅訊息，靈魂旅程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